過年係咪食咗好多煎炒嗰啲咩麻辣啊、咩串燒啊嗰啲嘢呢？食埋呢就禮嘢啦。今日燕姐呢就同大家分享4個金線蓮嘅湯水俾大家。呢幾款開門口嘅搭配，大家收藏好啦。第一個搭配金線蓮5克、無花果10克、三寶扎1個、半大海6克。落3到6克嘅甘草，再加一塊老青皮。呢個湯水好好使噶，我同我嘅新抱工作完之後呢，都整翻煲嚟飲下。第二個搭配金線蓮5克、松杉靈芝10克、蓮子10克、石斛15克、10克無花果，到咗38、39度啦，煲嚟飲下啦。呢個呢就啱我哋嘅鉗啦。金線蓮5克、苦奶菌10克、鱷魚肉15克。麥冬10克、10克嘅雪梨，6到8克嘅南北杏。最後一款金線蓮5克、新會嘅靚陳皮1塊、4粒合桃搣肉、10克嘅酸棗仁揼碎佢，加2條茯苓卷，再加5粒嘅分心木，最後加2粒椰棗落去。嗰啲成晚都碌嚟碌去揾唔到周公嘅，明㗎啦。金線蓮係個寶，需要佢嗰陣啊，幫到你㗎。